大家好啊，我係1蚊2，今晚6集。哇，可惜我哋冇清一色做啊。卡窿2萬都摸到，咁就叫個500銅。耶，舒服，調轉佢啦，好冇？第2鋪。連摸2個8萬，咁就叫糊啦。叫多一飛。哦，走咗隻3索。OK， 仲有紅中。哇，中6個馬。第3鋪。起手2個紅中先，其他牌都 OK 㗎。摸個3萬返嚟，直接拖4索。上家係識回禮嘅，咁就吊詭啦。安全落地，中4個，睇連住嘅第4鋪。摸1砍1銅就拖7索。No， 罰走咗隻5萬啊！呢個2萬你哋會唔會降啊？我哋格局大啲，吊詭緊要啊！上家係識回禮嘅，咁就安全自摸。中4個，睇連住嘅第5鋪。又係起手2個紅中，差少少天胡。罰啱咗卡窿3索，正。中4個，最後1鋪。降個叫糊牌返嚟，正。呢個7萬4家都冇，真係好靚。今日係咁先啦，拜拜。